来这个婚礼草岭石饼的宴会季就准备开始咯，2月初10到3月初10，还佫有这个市集，有洋装的体验，有真好耍的旅游的项目，佫有各种品种的沙库拉会当来欣赏，讲绝对要互你真精彩。 粉红仔色的花蕊，甲四周围的山崖装塔甲真水。2024草岭石壁宴会季，伫咧2月初10到3月初10起考。大家收费同时，会当穿水当当的衫，顺续食在地好食龙德山。现在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地方活化的一个场景，那也让大家有一种1秒到京都到国外的感觉。今晚草岭的青山坪咖啡农场花期较早，2月初1宴会开始开花，石壁九宫。 新北、比邻国会较晚，超伫咧2月初10开花。那我们从1月到3月呢，陆陆续续有不同的这个烟花盛开。另外，除了家己赛车去咧山顶看花，这位乡公所嘛伫咧烟花季期间规划公车直接落山。坐公车的民众拢会收新台币50，欢迎全国乡亲来到草岭石壁欣赏真水的烟花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